下来。好想一天花1万睡酒店的大床啊！你俩睡我的房间，我睡沙发上去。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你你还是那么漂亮。所以你是说，你记忆里的人是诗一吗？对呀。那在你的记忆里，诗一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。希望这个可以由诗一自己想起来。不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呀？我本来就没什么行李，所以就直接check out啦。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，这个是备份钥匙，如果你要出门的话，记得锁门哦。哎，饭呢？饭，那个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。那看来只能我自己出去买点吃的了。如果你饿的话，房间有泡面。你今天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打算到处去看看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去跟兰博基尼的车主打声招呼。那就辛苦雪姬大人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听说你要出去旅游？为什么不接受治疗？接不接受治疗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化疗的副作用很大，头发会掉光，牙齿会松动。我可不想那么丑陋的活着。我只希望你能活下来。会的，我会想办法活下去的。我会等你，我会等你回来，就像我从前承诺的一样，我会等你。下次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什么菜呀？我每天吃这个泡面都吃腻了。是你说要吃泡面的呀？可是你每天在打工的地方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呀。那也不是我的错。你房子找到了吗？房子呀，我已经找好了，1个月以后咱们就可以住进去了。什么？但是我们这1个星期之后就要空出来了，那中间的3个星期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要找马上可以住进去的地方。那你跟我一起住酒店呗。那行李怎么办呀？找个地方寄存呀。那也是需要花钱的呀。你回国打算做什么？读书？工作？反正我有计划，以后慢慢再告诉你吧。可你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啊。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行李的事儿，有的是时间，别太着急啊。你真乐观，真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到手机微信来电了吗？我刚刚看好像有。看了。那个人的名字真的叫春山吗？好奇怪的名字啊。他是叫春山，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。对了，你知道诗一住哪儿吗？好像跟他的团员一起住。马上出道了，所以他现在很认真的在练习。他已经很顺利了，才刚刚进去不到8个月，已经马上就要出道了。那你觉得他能成功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是他运气一直很好。
就算不会大红，应该也不差。那我可得让他在大红之前赶快想起我才行，对吧？原来你是为了说这个啊！嗨，诗怡。什么情况？学姐说她的房子要20天之后才能入住，所以只能住到你这儿了。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住了。唉，如果那20万还在的话，我们也不用住在这儿了啊。进来。给我写。诗怡呀，你的房间也太干净了吧！下来。我说下来。好想一天花1万睡酒店的大床啊！你俩睡我的房间，我睡沙发上去。东西别乱碰。你们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雪姬说有地方住，我怎么知道要住在你这儿啊？为了还钱，拜托你先忍忍吧。反正你看好他，要是被社长发现，我就死定了。他怎么那么能给人添麻烦？其实我觉得雪姬挺好的，她每天都很开心，而且特别有勇气。每次想到什么事情都会去做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做事从来都是3心2意、半途而废，从来都没有计划和打算，疯疯癫癫的。你知道我最烦这种人。可是，雪姬她应该是富家小姐，就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吧？就希望这20天快点过去。我肚子饿了，想出去吃点东西，你们一起吗？可是2个小时前刚吃过啊！啊，我又饿了。